为了迎接2020年的元宵灯节、甲台北灯节，台北市上古早的吉祥物熊展出现伫台北市的东区。这个熊展的化身是这个做元宵的师傅，佮找这个学者黄静莹，甲台北市观光团部局长刘奕婷做表演手工做元宵，古早动作和现代乡亲一直笑。伫道志帽啊挂吹暗，台北市吉祥物熊展一个出场就开始结花海。原来熊展为了要宣传2020元宵灯会甲台北灯节，特别找学者黄静莹以及台北市政府观光团部局长刘奕婷做应景食品元宵。这元宵爱先过水，所以爱吃元宵。熊展你有在摇吗？摇屁股没有用啊！熊展搁找市民做伙来，以这个体验古法的方式，嘛呼吁民众拢来参加台北灯节的活动。也因为台北灯节每一年都在台北市是一个算是很重要的活动，那也是新年之后大家第一个想到在台北市可以参加的活动，所以今年就以一个市民的身份来，鼓励大家一起来逛台北灯节。观传局邀请的啦。2020台北灯节为2月7日到2月10日。西区是中华路上平，东区是南港车头，两大主场同时举行，要民众做伙体验，见证真正的台北。